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開幕啦！如果你覺得自己嘅才華上面好有潛質嘅話，馬上嚟報名啦！我哋等緊你㗎。好開心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成立啦，咁可以培育更加多對於演藝事業有興趣嘅朋友啦，咁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生力軍可以加入我哋呢個娛樂圈大家庭啦。咁我知道咧喺今年嘅4月咧有一樣盛事嘅，就係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咧就會正式開幕㗎啦。咁好希望呢間咁多才多藝嘅學院可以培養出更多唔同無論係幕前或者幕後嘅人才。咁我亦都喺度預祝大家學業進步。首先恭喜咧英皇娛樂咧演藝創意學院嘅成立啦！咁我哋終於夢想成真啦，因為我一直都希望開一間咧以幕後為主嘅學院嘅。咁今次咧能夠成立咗啦，咁我希望咧所有嚟自就讀我哋嘅學員咧能夠真係努力去讀，因為我哋真係好多嘅專業嘅顧問同埋資深嘅導師咧教你哋噶。咁希望你哋嘅學業有成，能夠咧有機會咧俾我哋，如果你成績優異咧，我哋會選中你成為我哋嘅一份子噶。首先恭喜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嘅成立啦！咁我好開心同埋，因為我覺得而家越嚟越多年輕嘅朋友好想加入我哋嘅演藝圈，無論台前啦、幕後啦。今次英皇成立呢個學院最好嘅就係因為佢哋真係好多專業嘅人才可以做導師啦，或者可以做一啲嘉賓去分享佢哋嘅演藝嘅經驗。咁我覺得呢個對好多有志加入我哋呢個行業嘅同學仔嚟講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收穫咯。好開心咧，聽到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嘅成立啦。咁其實呢樣嘢咧，對於演藝界係有一個好正面嘅影響。其實香港係有好多熱愛藝術嘅年青人，咁而家就可以多一個途徑去發展佢哋嘅潛力啊！希望佢哋可以快啲透過呢一個途徑去實踐佢哋嘅夢想。恭喜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嘅成立啦！好開心可以有一個咁好嘅學院，可以俾而家嘅年輕人呢，如果有興趣加入我哋演藝界呢，都多一個選擇，可以去嗰度呢，佢有好多好唔同嘅科目。咁我諗有各式其式都啱你哋嘅選擇嘅。咁你哋有興趣嘅，你去參加啦！恭喜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學院能夠幫娛樂圈咧提供多一批新力軍啦，咁響日漸新面孔缺少嘅娛樂圈同埋銀幕上面咧，提供多啲選擇俾大家觀眾啦，亦都可以刺激到已經現存嘅紅星啊或者其他娛樂人啊，有更大嘅上進心啦，同埋有更多火花出嚟。香港嘅後生仔有福啦，因為如果你中意娛樂事業嘅話呢，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啱成立，開始訓練你哋，同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咁我覺得加入咗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呢，就係你演藝生活嘅開始，同埋俾到好多靈感你。咁我身為其中一個顧問呢，好大力支持，希望呢更多學生得到更多嘅成就。我特別喺度恭賀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成立，希望可以培育一班新人，令到佢哋呢班新人好有創意。做新人最緊要有創意。其實咧，我一直都覺得咧，香港咧好缺乏一啲專業嘅演藝訓練課程啦，所以咧今次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咧係俾到好多咧對呢個演藝事業有興趣嘅年青人一個好好嘅機會。希望咧今次我哋嘅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咧可以培養到更多嘅演藝嘅精英。喺呢度非常之開心啦，因為知道英皇娛樂創意演藝學院咧就開翻啦，咁教一啲台前幕後嘅朋友點樣去做一個成功嘅 artist 啊，或者係成功嘅一個幕後人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喺入邊學到更加多唔同類型嘅嘢啦。好高興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終於都成立啦！我哋一眾嘅演藝人才都將會傾盡全力去培訓更多嘅演藝傑出青年。香港嘅演藝未來靠你哋啦！
起晒咧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咧，即係開張啊嘛！開張大家咧有吳宇大哥，同埋我知道幕後咧有好多人啊，幕前亦都有好多個導師咧去教你。如果你讀完書咁都做唔到明星咧，即係靠你自己啦。好老實講句，但係我亦都相信，如果你真係有誠意嘅話，入咗呢間學院咧，一定飛黃騰達啊！好開心啊！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終於開幕啦！咁佢會喺好多唔同嘅演藝方面都有唔同嘅培訓啦，令到更多對呢一行有興趣嘅年輕人呢，可以有更多更深嘅認識啦。咁希望多啲嘅新力軍加入演藝行業，恭喜恭喜！我好明白咧，有時真係需要一個機會嘅。今次呢個機會咧就俾到大家啦。我自己嘅機會咧就係參加英皇新秀開始嘅。咁今次咧就有一個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嘅成立啦。咁啊亦都可以俾到好多機會大家，如果有意參加演藝嘅事業，就可以入嚟報讀嘅。喺度恭祝呢個學院咧就收多啲生，所有嘅學生咧都學有所成。